然后继续来到台中，有一个资源回收公司的头家，昨暝利用私人的停车场修理大货车，讲可能是无有迄个手动啊，结果货车如震动，这个头家怎互正后链底条咧？规暝拢无人发现，一直到早起的透早6点外，有人看见，赶紧来报警，已经未赴了。这个头家已经明显死亡。 坐伫大货车车背抓帮有明显火迹，停车场发生命案，警察封锁现场。今仔日早起6点多，民众报案，伫台中大理区树王路一个私人的停车场，一个资源回收公司的头家，和大货车的连交死。好大话就无应该是老板。 警消到现场的时，头家已经明显过身。初步调查，这个38岁姓郭头家，昨8点多左右到停车场修理大货车。到今仔日早起6点多，互民众发现已经互正边的后链交死，规暝拢无人发现错失到抢救的时机。警方伫大货车边啊发现修理的驾驶，怀疑甲伊过身的原因有关系。死者疑似是因为在车辆故障检修的时候。 未拉手刹车，导致车辆滑行，发生意外。根据了解，死者开资源回收公司，经营一般事业废弃不离千元业务。因为修理车所互家己的大货车搞死，家属足鼻疼。以前伫咧军队是修理车的，可能家己车也家己用。这个私人的停车场适合大型的车辆擦车，平常时拢会有游览车加吊车出入。 警方当咧调查，敢是暗时的光线受歹，地处有人互车搞着，却无人发现，错失掉抢救的时机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